调兵记体。是，杨元昭调出3关的兵马，杀入了营，犹如风卷落叶，杀得了兵，片甲不留，狼狈离道。杨元昭只是一员的好将，伊现在何处？在府外候旨。记，宣你进京。是。宣杨元昭进京。最新杨元昭叩见五祖万岁。就家来地求圣上下罪，却无罪，赶紧平身。下皇上。经过这次的灾难，定才当彻底了解杨家将的忠心。过去只怪丁一时的糊涂，才会使忠良受困。皇上，请勿自责，下卖就杨家将，只是有一个人。什么人？主人关系，伊别定伊有看干哦，你调定哦。了邦干涉，洪树英陷害忠心，唐君情。讲的无非是王钦。无错，皇上，新班救兵啊，范书生了赢公主已经的定情，我通天之后，这里险境也分明干涉来在送迎，干涉在送迎啊！恁讲王钦是干涉，可有证据？客造皇上，皇上，新匹配年少将军的时阵，王钦写一封的批信，并太守张济暗中下写就为神。批信要在此，请皇上你过目。原来王钦就是廖邦派来的秘书。来人啦！皇上，请皇上何必着急的？伊王钦想要多做的事，我已经命家将伊捉禁了。带上来。是，来哟！便用交战，将王钦带进来。皇上开恩，皇上开恩啊！王钦，丁太你不薄，想袂到你竟然会，多岁不要，推出去斩首。是，皇上，饶命啊！皇上，你就太守张济，为官清正，查皇帝现在传丁旨意，遂张济连升3级。遵旨。杨卿，现在丁加封你为三关都巡节度使，应定三关口，听调不听宣。孝子龙恩。哼，这么好的机会，白白去互伊失去。以后若是要搁夺取宋军的性命，是无遐个容易啊！哀家派去的秘书王钦，竟然若被人识破身份，宋军又搁派杨元昭应定三关，看起来，咱以后若想要夺取宋军，敢无遐个简单？一世人是绝对无机会啊啦！母后，其实你若对宋朝出兵，对吴国嘛并无好处啊。
劳民伤财。不好，你想看卖，这2年来，种丁时尚，良田无人种作，如果无效，你若欠霸节，这是我大辽国百姓之福。对不对？莫怪你2个姐妹大败离回，原来恁根本都无立下决心的必胜。母后，这是阮阿姊的想法，你哪会煞怪离心起来？哼！记着太后，小姑姑求见。哦，算你正经。遵旨。太后有旨，宣小姑姑觐见。小姑姑觐见。新的小天主，好给太后千岁，千岁，平心。下千岁。见国舅。不敢当，两位公子且不多礼。天祖，你一向是永定塔木城，镇江来见哀家，想必有要事。新的帖文，两位公子被议员交杀的大败未停，所以特来献计，借用此计，必能亲自议员交夺出宋朝江山。哦，你有甚物好办法？赶紧讲。是，新地7年以来，精心设计天文72天，现在已经设计成功，要用此定摆在玉龙国。这叫先势暗号，我军必能顺势攻入三关口。万一有人只若破天文阵呢？太，你只管放心，天文阵非比心常定势，若毋捌阵法的人，只当看了一片风雨白云；也捌阵法的人，也无法度人看出破绽。毋免讲是杨家将，只是天兵天将，也无法度人破天文阵。好，你既然搁这么有把握，哀家就点你为帅，即刻下战书，向杨元昭宣战。大哥，莫非是北辽再度向咱国宣战？无错，萧元忠并对萧天祖，在叫两国摆下就天文阵，伊是安尼以为就要来惊着我，哼，这是伊想错。我杨元昭自细跟随家母，就伫咧训练这个阵法，我哪有伫咧恐怕伊小小一阵的天文阵呢？大哥，怪事，是什么代志？阮兄弟啊，伫外面要倒转来时阵，发现着迄个玉龙国规座山拢搬走去。哎呀，小姐，但山高面来突然间被人搬走啦。嘿，正是嘞！不但安尼哦，搁搬一座新的来，伊迄座新的山谷，敢若是叫做杀人谷。唉，英勇啊，哈，你来讲一较清楚，到底是什么原因呢？哈，对，这是安尼啦。平常时这个玉龙国是冷冷清清哦，其他日无共款，杀气冲天，秋魂参悟。嘿，无喏，什物只安尼尔？大爷，我看者哦，家母陪拢举起，我叫迄个无胆的明良啊，叫伊讲去甲看较详细，安怎讲伊都毋敢去啊。当哎，当你是咧做啥的？你若遐好打，他拄啊你哪毋去？嘿，他拄啊，恁两个若是入去咧，等于就要变成火水倒出来。啊！
正老牛亲，为了大破天文定，忘旧母亲所动心。原来辽河是明仁在玉龙国摆下天文阵，照理是爱我去帮助伊破阵啊。婆婆，你敢有办法通我破天文阵？就爱大声看电视，找出破绽，后来才决定破阵自计。我明仔早起就要入宫来去奏明皇上，到三关破阵啊！婆婆，师傅也甲你斗阵来去三关好？好，我答应你。多谢婆婆。赶紧去命令管家收拾行李，准备车马。是。阿娘，妈妈要去。你婆婆，婆婆，我听六弟妹讲你要去三关秀，求你答应带媳妇同齐来去好。我听讲素龙伊无死，而且伫咧辽邦身居高官，我若是去到三关，无的确有机会通甲素龙见面啊。哎呀，四媳妇，你哪会知影这落代志呢？是九妹甲我讲的。哼，你这个死查某鬼啊！你这个消息是对倒位探听来的？是大哥甲我讲的啦。伊一直拢毋承认讲，伊就是杨素龙啊。那安尼讲起来，伊更加毋是你的四哥啊！哎呀，四媳妇，燕飞伊若是无死，早暗总是会转来，你着毋免想遐尼济嘛。哈，你好好留在厝内面好啦。婆婆，媳妇甲素龙已经分开遐尼济年，只要若是还有一丝仔希望，我都无愿意放弃。求婆婆，你答应带我同齐来去三关啦。这阿娘，女儿哪来甲伊去？你，伊甲四哥是斗阵失落反帮，假使讲四哥若是无死，燕贵一定嘛还阁活。阿娘，我求你答应带女儿去三关好。你，婆婆，求你答应。阿娘，我求你答应啦。啊，好啦好啦，我答应恁就是嘛。多谢。
有啥物代志伫咧伤心？无啊，无啥物代志。驸马，我为着你暗做送君，现在母后甲铁镜对我拢总袂信任的。假使你若还阁有代志伫咧瞒骗我，你着足无良心的。公主，毋是我伫要骗你。搁再讲，我若是讲出来，你也无啥物办法。我只好莫讲啊。你讲看卖嘛，无定着我有办法甲你帮忙嘛无？公主，你真是肯帮助我。要无我是倒一摆，互你失望啊？公主，我伫遮先向你答谢。
公主，你答应我去提灵芝。你即时就赶紧去改装。我听候母后不在宫中的时阵，我即时就来去偷灵珠。公主，感谢你。